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3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，约伯记第1章第1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21章34节到26章的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醒。我们时常听人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不可能每天都在过年，不可能每天都是好日子。最近在国际上最热门的新闻，不外乎是乌克兰被苏俄所侵略的事情。虽然国际包括联合国都投票打垮苏俄，但是野心勃勃的普丁却仍然以很没有理由的理由，继续残杀无辜的乌克兰人民。想一想，乌克兰只不过是为了要加入欧盟，或是北约组织。其实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权。苏俄的普丁竟然就因为这样子开始了侵略的行动。看到乌克兰的情况，也不难了解旧约当中的悲剧人物约伯，他所遇到的各种情况。因为约伯本来也是过着和平的生活，并且他还是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人，但就是因为撒旦想要试探他，看看他是否非常忠心于上帝，所以今天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圣经约伯记第1章第1到第12节告诉我们，撒旦试探约伯，并且使他家破人亡，记载在约伯记第1章13到22节。许多人怪罪上帝说，为什么上帝可以允许撒旦来试探一位义人呢？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的记载。经文说，于是约伯起来，悲伤的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剃掉头发，伏在地上敬拜，说：我空手出生，也要空手回去。上主赏赐的，上主又收回，上主的名应当受称颂。虽然这一切教育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没有责怪上帝。我们就看到了约伯的义不是因为他行得多好，而是最重要是他以上帝的义为义，以上帝为他人生所要的目标。就即使遇见了极大的困境，他仍然不怪罪上帝。约伯记的重点就是要提醒基督徒能够在时时常常的警醒，即使是遇到了很不如意的一个状况、艰难的环境，失去了一切，却仍然要警醒依靠祷告上帝。虽然约伯以非常长的时间或是我们说篇幅来思考上帝，但终究他没有因为遇见困难而离开上帝，他继续在思辨当中一步一步更亲近上帝。
到最后能够明白上帝才是生命的主宰，然后能够全然的释怀。当一位跟随上帝的人能够警醒的时候，他跟他的跟随者就可以蒙福得恩。我们如果失去了警醒，就会以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错，就会以为上帝是离我远去了，就会因为困境而远离上帝。基督徒必须要学习如同约伯一般的非常有坚定的信心，而不随便怪罪上帝，并且也继续去到思想上帝与我的关系。那相信终究可以悟出上帝真道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自己要警醒，不要让酒肉和生活上的忧虑麻痹了你们的心灵。恐怕那日子要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就像网罗一样，要临到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。你们都要警醒，不断地祷告，使你们有力量忍受一切发生的事，得以站在人子面前。警醒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偏离己路，是为了要与上帝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，是要让人能够不要陷落在罪的捆绑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，也告诉这个跟随者了你们要警醒。在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 be careful， 还有在后面36节的地方说的 be always on the watch， 是应当如此做的。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情。我们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看，我们要接受疫苗才能够避免染疫，甚至避免病情去严重。我们接受疫苗的注射，我们戴口罩，我们勤洗手，我们常常消毒。在信仰的层面来看，这些都是警醒。可惜的是，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，当他们说要警醒的时候呢，以面对将来要发生以后的事情没多久，门徒的当中犹大就马上入了迷惑，为了钱财决定出卖耶稣给祭司长等人。显然的，他就是不警醒，以至于失去了分寸，受到诱惑而得罪上帝，也因此丧失了生命。今天的经文讲到警醒，这个英文字是用 watch， 好像是站在守望台的士兵，警戒着四方。万一看到的所谓的厄运，就是敌人来到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攻击他，充分的有时间来敲响响钟。这个是自己跟大家都能够警觉预防的。挪亚受命建造方舟的同时，他与家人也需要警醒警觉，知道什么时候大水要进来，必须要事先将动物带到船上去，关上船舱的门，以免大家面对大洪水进入船舱中的时候造成了灾难。
因为挪亚全家的人警醒了，将所有得到的动物生命得以保存。这也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要去做这个警醒祷告的原因。因为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后面都打瞌睡了，失去了警觉，这个就是门徒。然后耶稣透过彼得这样说，而入了迷惑和遇见极大的困境。诗篇第17篇，上主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。愿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义，你知道我的内心。你夜里来观看的时候，我尊重你，彻底的考验我，找不到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。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你必应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依靠你，救了亲，躲避这个仇敌。求你保护我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，让我躲藏在你的膀下，逃避邪恶的人的袭击。仇敌满怀憎恨地围困他，他们心肠刚硬，说话狂妄。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他们都围困我。他们找机会要推倒我，他们像一狮子一样把我撕成碎片，像少壮的狮子蹲伏在暗处等我。上主啊，求你迎击我的仇敌，制服他们。求你用你的剑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求你用你的权力救我们脱离他们，就是那一些在今世富足的，求你重重的惩罚他们，让他们的儿女受够了还有剩余的时间留给儿女的儿女。因为我正直，我得以朝见你。我醒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恳求主让我们帮助随时警醒警觉，让我们得以进入脱离这种凶恶，免于迷惑，在没有办法面对将来要发生的困难，帮助我们学习约伯的心智。我们看到他虽然到了极大的困境，仍然不怀疑上帝，他们坚定的相信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